据数据显示，台湾女性前5大整形手术，位居第1的就是隆乳手术。女性因为乳房太小、胸型不佳、下垂等问题，进行隆乳手术的比例不计其数。想要拥有完美的胸型，到底该怎么做呢？完美的胸型就是长在我喜欢的女人的身上的乳房，就是完美的胸型了。那简单的讲呢，就是要完全符合你的软组织跟你的骨骼。那么如果说你认为你的朋友的胸型它是300cc 的，然后你认为很漂亮，要拿来复制在你的身上，实际上是不一定可以的。大部分的人他喜欢的乳房是乳房大，而不是肌肉壮。那所以大要大的有道理。那同时呢，这个上面呢跟下面就是乳头要成中心点嘛，哈，但是上面最好只占45%，下面占55%的体积，所以就会变成一个这样子，水滴型会是最漂亮的。爱美是女人天性，许多女人追求身材曲线的完美，让自己更有自信。也因为10几年来的进步，材质推陈出新，降低相互排斥的几率，成为现代女性进阶爱美的一大福音。我们都知道隆乳的历史很悠久，在上个世纪1960年代就已经发明义乳，所以义乳可以说是被检验的最严格的一个医疗器材，尤其是美国 FDA 对这个方面更是有严格的把关，所以选择我们会希望跟随 FDA 的标准，通过 FDA 认证的产品是最安全、最合格的产品。水滴型放进去的时候，它有不同的长宽高可以选择，那让不同身材的女性可以得到比较适当的义乳。另外一个特色是它的侧面是呈现很明显的水滴型，所以放到我们的人体的时候，它的下面的胸型可以衬托得更漂亮，那可以把下垂的乳房往上提，另外上胸也不会太饱满。如果我们选择了水滴型的义乳，一般病人都会很害怕术后需要按摩，那水滴型的义乳其实是不需要按摩，也不可以按摩，它自然就会成型柔软，然后呈现很漂亮的形状。